是立法院的消息，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头一摆到立法院去备询，国民党立委谢依康呢，请国发会注意姜明兴上台备询。伊烦恼讲陈建仁等伤久，问讲敢爱坐一个陈建仁甲点头，就说来问讲，我甲郭家如想较温暖来看陈建仁安怎接招。你要不要请坐？好，要不要坐一下？我对你是比较尊敬，我是很尊敬长辈的。通常，我都会。我可以站着，没问题。没有问题吗？你有没有觉得我比较温暖，还是高嘉瑜比较温暖？你很温暖。我比较温暖，还是高嘉瑜温暖？这是比较性的问题啊。你不回答是不是？不方便回答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色。谢依芳连续问陈建仁2摆讲，我较温暖，还是郭家如较温暖？陈建仁呢有淡薄眼叫，一直笑，现着人缘嘛笑出声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